大家平安这是主日礼拜要开始请关手机，请关手机我们要安静心来敬拜。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了伫听候你，也要对你食所迄个愿。听人祈祷的主啊，既有血气的，拢要就近你。罪恶较赢我，论到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你眷顾土地，落雨管压伊，互伊真肥。上帝会好，伊的水满满。你安尼备办土地，就是替人备办五谷。你管压田园，
满伊的沟，收平伊的灵，落好的雨水，互土地软软，其中所发生的得到你祝福。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直直。滴伫旷野的草埔，山头用欢喜做大来下，草埔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穀做麻来盖，伊拢欢喜出声来吟诗。请咱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第63首，圣诗第63首。真主上帝造天地，请起立吟全首。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咱师女玛利亚出世，对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时第死埋葬墳墓，第三日对世人讲过话，上天全全的爸上帝的大人，伊要退后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纲，做下列，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咱即马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30篇，也就是今年第8篇。启应文第30篇，就是箴言第8篇，记载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刻，并做来引。智慧减无得救，伊伫路边悬地的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
众人啊，我叫恁讲，戆直的人啊，恁着会晓得通达的理。恁着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伫摇花造花的起头，对永远对极起头，袂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设立。大山袂定着，小山袂有的大声，已经是我。伊建立这个天，设圆环伫深渊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予水无搬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予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遮个囝若着听叹我，因为即首我的道路下就有福气。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咱即马过来吟圣诗，学罗上帝第246首。上帝疼痛胜过一切，第246首。上帝爱疼胜过一切，请起立吟转。
请坐。咱即马同心压头来祈祷。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恩你每天的看顾，保守我们在每一站、每一个阶梯都能站立得稳。我们也要感恩武汉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台湾得到保守，并取得疫苗，疫情能够早日结束，恢复正常的作息。谢谢天父，我们知道，虽然你未曾应允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你应允我们，若在百般试炼中、病痛的煎熬中，生命陷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你要与我们同在，把我们带在身边，把手搭在我们的肩上，搂着我们，鼓励我们，陪着我们前行，让我们看见前面的希望。谢谢天父，我们也要谦卑地来到你面前，跟你认罪悔改。当我们在生活中不再尽心尽性尽力爱你，当我们爱世界的事超过你，当我们眼目随着世俗的欲望不再定睛在你身上时，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敏锐的灵再回到你的面前。谢谢天父，我们也要求你帮助打开我们的心耳朵，听见牧师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让我们的灵命得到滋润，得到造就。谢谢天父耐心听完我们的祷告，这样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咱即马来共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圣经伫周报的10页第3页，显着我来读。路加福音第12章13到21节，和合本第3节。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耶稣对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判官，或给你们分家产的呢？”于是他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然后他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地出产丰富，他自己心里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储藏，怎么办呢？就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库给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储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自己说：你这个人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的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再来读现代台语译本第13节。众人的中间有一个人甲耶稣讲：“老师，请你甲我的兄弟甲我分家伙。”耶稣甲伊讲：“你这个人，啥人任命我做恁的判官，也是公亲呢？”伊就对众人讲：“着谨慎，着提防逐款的贪心，因为人的性命毋是在伫财产的偌济。”后来耶稣用一个比喻甲伊讲：“有一个好野人，伊的田园大丰收，伊心内想来想去，讲：我无够所在通囤五谷，当要安怎？伊就讲：我着安尼做，我要甲仓库拆起来，搁起较大间，通来囤五谷甲一切财物。然后对我家己讲：哦，你已经积聚真侪财物，有够通用真侪年打经营啦。我来啉来食来享受。毋过上帝甲伊讲：戆人，今暝就要收回你的性命，你所积聚的一切要留互啥人？共款，为着家己积聚财物，无互上帝看做好野的，嘛会安尼。
咱即马愿上帝的话，诚做咱的智慧甲帮助。咱即马来看今日金句，再翻过来第4页，路加福音第12章15节，和合本。好，咱大家同齐来读，请。于是他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现代台语译本。伊就对众人讲：“要谨慎，要提防逐款的贪心，因为人的性命毋是在。”好，咱即马要来学乐，即时青少客要带咱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歌是《伫耶稣的脚前》。愿一切水的歌声，诚做芳芳的祭，来到上帝面前。今日要为咱来证道的是东山教会郑宗仁牧师，他要分享的题目是与生命共舞。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我的学长甲我讲，题目书最近的校学生较少，
所以敢会当麻烦你代表台南新人院去到其他教会来帮忙请安甲报告。我对校长的命令毋敢拒绝吼，所以我就讲你想要叫我去倒位？伊讲目前是南洋还无牧者无学生吼，所以我讲好。毋过我有一点烦恼，就是因为人的牧师还佫伫即个所在吼。以前我来讲是咱无牧师的时阵，来咱的中间甲咱分享，毋过伊有牧师，伊讲不要紧啊，你都为着咱新人院来报告就好。我讲哦好，我就来吼。所以其实真欢喜有机会来到伫无共款的所在，也是讲来到伫咱即个教会来大家分享上帝话，特别是伫台南新人院主日的内底。我记我20年前受派来到即个所在的时阵，咱南洋区有13间的平地教会，无一个是来台南新人院毕业生啦吼，无一个，所以我来遮几乎无学长啦。吼，拢是台湾城的学生，也是讲毕业生校友伫咱的南洋区的即个所在吼。所以每一届内底台南城伊伫主日的时阵吼，拢会为着啥物人要去到啥物所在，足无用，毋知影要派谁去，因为根本都规个南洋区无一个是男性的学生吼。但是第二个就是讲。我足烦恼，讲毋知，因为我来南洋区了，人看即个团队安尼普含慢，无啥会晓做工课，所以风险较少吼。所以我会足烦恼讲毋知会因为咱即个人来到即个地区，因为以早有啦，毋过伫我来的时阵，差不多拢无男性的学生毕业生伫咱的中间吼，所以毋知会安尼无吼。所以。有当时男性的主日时，我拢足紧张的，我拢会注意讲，今年总南洋区13间教会奉献，甲旧年有差无？又是毋是因为咱做了无好，所以互人对新人院负面的影响啊？毋过日子节久了，我渐渐就会愈来愈放，毋是因为我感觉讲我做啥物好的事，还是讲有啥物？第二是咱南洋区的教会，咱台南新人院学生。毕业的学生，伊讲学长嘛愈来愈侪伫咱南洋区，甚至定居伫咱的南洋区即个所在的服侍。第二个，我家己即部分即几20年来，我一个足大的体会，一个牧师的养成，我想袂使完全交代伫学院啦、新学院。一个牧师的养成，我一直感觉家庭的价值的养成，迄个母会母会训练的养成。到最后，到伫新人院的养成，其实伊是一个连带的关系。所以，一个牧者伊的一生伊的服侍，毋是干那伊家己伫伊的新人院训练这3年尔定。其实真侪时阵是伊伫过去的生活内底，对信仰的养成，对母会互伊的养成，诚做一个牧者的真重要的关系啦。所以，我嘛咧提醒，我常常伫。即个主日的时阵，虽然我无特别，毋过我会家己会想讲，伫即个主日内底到底我扮演啥物款的角色？我咧思考我家己对台南新人毕业20档，每一年伫反省我家己啊。因为看去即间校伫过去真侪前辈因的努力、因的辛苦、流血流汗，甚至付上代价性命，养成一间100几年的新人院内底。到底伊培养我了，伫即几十年来，我伫反省我家己。到底伊的教育，讲伫即过去养成，因为我是7年一贯制学生，所以我伫新人有大概7年的时间，比别人搁较长，毋是袂晓读册落地啦吼。是迄阵叫做7年一贯制吼。所以7年的时间伫新人受侪即个老师、同学，甚至是学长因的影响、因的分享的使命。其实，互我真侪帮助，这个养分，互我诚侪伫将来伫牧会顶悬一个真好的记忆，嘛是真好提醒。所以每一届伫新人的纪念主日时，我想毋是干那奉献，毋是干那请安，其实嘛在思考咱家己伫信仰内底、伫生命内底，到底咱甲上帝甚物款的关系？咱到底甲上帝，咱是一个甚物款的信仰的基督徒？今我用这段经文，其实足歹来甲咱分享，因为我无解清楚咱的教训。但我家己用这段经文在提醒我家己。这段经文咱常常看见，这是咱亲像大多数的人，也是讲包括一个基督徒上大的期待，敢毋是安尼？有一天你会当大趁钱，然后做一个大头家，然后你会
田会当真大丰收，然后甚至丰收到你家己仓库藏袂落去，咱来当拆这物件，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足大的祝福，敢毋是安尼？敢毋是基督徒期待伫教会内底得到祝福，咱来当有机会行到伫社区，行到伫咱的家庭的中间，甲人讲，咱伫教会上帝互咱遮尔侪祝福，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祝福的物件。为什么对耶稣的嘴讲出，敢若互咱掉进谷底，有无？你有感觉掉进谷底无？因为我有好业，我应该是一方面承受上帝的祝福啊。为什么到最后讲丰盛的，毋是伫我的性命？所以，互咱有当时讲即个故事的一开始，互咱敢若登上高峰那种感觉，但是后来佫敢若摔进谷底，因为耶稣敢若无支持人好业，用即个比喻来讲，当然一开始咧讲是人的贪心啦。其实咱圣经内底讲到好业，其实差不多拢讲到是上帝祝福，但是有一个真重要的义眼伫内底。咱对创世纪13章开始，咱看见亚伯拉罕伊对埃及转来到伫伊的迦南地的时阵，圣经讲伊到伫北地的时阵，伊伫北地里甲爱中间，伫伊早前所大布平所在，伫遐起弹，起弹什物？献感谢的祭。伊感谢上帝，互伊伫迁徙过程的中间，到埃及搁咱平安倒来到一个所在，而且是安那羊、银、金愈来愈多。所以大圣伫遐献上伊的感谢。后来，因为因好业，咱拄有讲，到底好业是毋是祝福？好业煞带来冤家啦。所以罗得甲亚伯拉罕伊的奴仆为着水、为着草、为着羊迄个所在冤家，所以不得不亚伯拉罕出来讲话，就是安那，甲两个家安那分开。所以就甲罗得讲，只要你东我就西，你南我就北，咱可能爱分开，啊无咱的奴仆会因为遮的水、遮的草，常常伫遐冤家，咱处理袂了。罗得看见圣经讲，伊看见一片真水的平原，伊就讲伊要对遐去。意思就是讲，上好的叫罗得敬去啊，上歹的送敬去，毋是伊要爱敬。是因为伊讲话可能伤紧，还是伤大声，所以甲伊讲好诶，甲伊讲你若东我就西嘛。所以亚伯兰即个时阵，我想，若毋是有信仰，伊应该是某咧种啦，因为某咧头壳徛啊，因为好诶已经去哦，落就景去啊。剩诶有可能就是无水诶旷野沙漠，无啥物水源，无啥物草通好景。但是当伊决定要接受即款的讲话讲出来即个概念诶时阵，圣经讲啥物？讲当伊徛起伫遮个所在时阵，罗得离开了的时阵，第13章第14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业目对你所踮的所在，东西南北来看，因为你所看见一切的地，我拢要互你，甲你互的，直到永远。我也要伫遐互你互的，亲像地上的土沙。人若会算地上的土沙，就会算得你互的。你起来，你偏行遮。伊讲这个时阵，伊为着耶和华伫啦，佮起一间祭坛。所以亚伯拉罕，讲咱咧讲亚伯拉罕，伊的好业，毋是伊家己清清楚楚知影，若毋是有上帝的带领甲稳定，伊无在调伫一块旷野、一个沙漠所在来起造伊的王国，因为好的土地已经互落伫境去啊。所以，伊搁一届献祭伫上帝面前。所以看起来，好业造成人的冤家，但是嘛，好业内底看见亚伯拉罕对一个上帝的虔诚，甲伊的对内底的关系。耶稣毋是一个反对好业的人，只是好业的方式可能毋对。所以，咱今日即个经文咱来看，头一项就是伊对家己无知啦。这个财主伊对家己无知，为啥家己无知？伊用真侪我，你来看经文足侪我呢。我安怎？我的土产真侪，我要拆我的仓库，我用真侪我。到底伊家己对家己有偌侪人捌？有几个哲学家啦吼，就伫讨论，讲因想要甲人定位，定一个意义啦，人的意义。哇，都足侪人伫遐讨论，到底人要怎定义啊？怎歹定义？所以到最后，因一个结论就是讲，人是两只脚，
然后无毛的动物啦，安尼敢对？两只脚无毛的动物，因为当伊讲人的时阵，讲两只脚的时阵，讲啊鸡嘛是两只脚，吼啊，足侪动物拢两只脚，所以因为因无毛，因有毛咱无毛，所以因就决定讲，甲人的定义叫做人是两只脚行路，然后无毛的动物。那当然一地下足袂欢喜的，这定位伤过笼统，所以就甲因兜的一只国鸡啊，甲门踹了了，然后就甲伊等伫因人的当中，讲人来了，吼，迄毋是迄只人是人啦吼，真正人来了安尼吼。所以人到底是啥物？有当时真歹定义。咱看咱家己，有当时嘛无一定咱捌咱家己。即个好野人，伊毋是无好，若是照圣经的概念，对于咱的概念内底，好野人。应该拢是上帝祝福，但是伊对伊家己的目的，伊毋知影伊迄个是伊的财产是倒位来，伊以为是伊拍拼努力，伊以为是伊的虔诚，伊以为是伊所做的事合上帝心意，递到安那有遮尔侪财产，但是伊可惜对家己的目的。第几咱看去就是伊对上帝的目的。伊毋知影伊的财产是是对上帝来，伊明明知影伊的稳定，但是伊从来毋捌在想讲为着上帝做甚物。所以咱看见即段经文内底拢是我，伊毋是要献祭，伊毋是要献祭大，伊毋是要为上帝定义互更较好的。伊敢若真简单，就是要互伊仓库愈来愈大，通放伊所有的土产，通放伊所有的积聚的物件内底。对家己的目的，也是对上帝的目的。所以，伊到最后，就是完全毋知影什么是上帝，完全无提到伊的上帝。人的身份有当时啊是一个身份甲地位，还讲一个人受尊重，有时是一个位置若定。咱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叫做阿诺施瓦辛格即个人，伊做过迄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伊做州长的时阵，有一间大饭店用伊的名在做一个铜像，然后开一间真大的饭店。那当然伊嘛受邀请去到伫即个饭店的中间，伫遐煎菜。那饭店的即个服务的主管就甲即个州长阿诺讲，只要你愿意，我的饭店的大门常常为你大开。只要你有需要来要住，一定拢为着你准备一间房间，互你住毋免钱的。哇，阿诺听嘛应该足欢喜的吼。但是有一天，当伊退休了的时阵，已经无做州长的时阵，有一天伊讲伊去即个大饭店，问讲，我想要来即间大饭店住。即间饭店伊讲，是咧，暂时拢足甜的，无你的房间，吼，所以歹势，后抓才过来。所以阿诺由伊家己穿一下睡袋，就伫伊家己的铜像下底，伫遐困一暝，然后拍照。那伊当然是一个真大的感受。伊讲啥物？伊讲当你伫重要位置的时阵，人拢学了你；但是当我失去即个位置的时阵，因就袂记得我，嘛无遵守诺言。所以伊讲毋通相信你所有的地位甲金钱，也毋通相信你的困难，也毋通相信你的智慧，因为这会拢袂久长。所以要人讲啥物？讲虽然你有以前有足侪朋友，但是当你无的时阵，你的朋友就可能无去。所以阿诺用即个在提醒每一个人，包括提醒伊家己，伊感觉伊讲当你即个身份消失的时阵，伫别人的目睭内，你啥物拢毋是，如果咱想看觅，咱若毋是上帝的囝，咱是啥物？如果咱若毋是上帝恩典，咱会当做啥物？咱的生命内底若离开上帝，咱会当做啥物？所以我想咱有一个 GOOD 叫做好对无吼？内底是有，若是甲 GOD 摕掉，就剩啥物？剩一个 O， 咱就叫做零。所以信仰内底有当时，你若是甲上帝摕掉的时阵，你若无有上帝囝身份的时阵，那是咱毋知影咱到底啥物。咱看即个好野人，伊到最后是甲上帝摕掉，因为伊敢若会记伊家己，伊敢若对伊家己讲话，伊无完全毋知影伊在创啥物。第三咱看见就是伊对将来的目的啦。
以为伊会当活真久，所以就甲伊的灵魂讲，伊通清闲，会当啉食，会当快乐，对将来无知。毋过有当时我感觉伊嘛对家己，就讲你若换一个想法，就讲有当时我会想讲，到底伊即个动作是对啊毋对啦？对啊毋对？咱定定看去第二代，还是讲服侍的第二代。即个时阵，咱会看袂惯第二代的生活方式，对无？看袂惯啊！我当然嘛看袂惯。我的囡仔吼，对大学转来开始到暂时10几年的时间，几乎就是拢安尼啦。早午餐做伙食，好，早午餐做伙食，啊，拢若是伫礼拜六、礼拜天伫教会，伊大概就是早午餐做伙食。透早无食，就中午差不多11点多就礼拜煞，因才去订早午餐啦。吼，啊关起来安尼，啊就伫遐，我讲你是要食下昼，还是食早起？伊叫做早午餐。咱看袂下，我讲啊，你着早餐就早餐，午餐就午餐，晚餐就晚餐，那我就早午餐。啊，毋过伊就是习惯。好，所以迄个第二代甲咱的生活方式无共款，做代志方式嘛无一定共款。因用电脑，所以拄则我有点仔足惊会迟到。吼，因为伊咧我的教会装电脑的时阵是伊自助的，伊就甲我讲爸爸，咱楼骹吼莫放迄落会当放 CD 的。吼，即卖网络咧又足简单的，啊嘛随身嘛足方便，所以无需要去买一台迄几千箍的 DVD 的机仔放伫电脑顶悬。我嘛甲讲会使哦吼，但是想毋对咧，吼，像今日男神是来主日，伊送你一块 DVD 啊，系啊，你的电脑就袂当读，吼，所以只好就所以伊嘛讲无问题啊，上网了就有啊。所以是讲有当下第二代来讲的时阵，咱无一定看会落。所以，即个人敢真正会当清闲食饭，我是足质疑啦。吼，我是足质疑。咱有第二代来讲，咱青年人，你伫厝，你的爸母一定有无共款的意见。吼，特别是交事业互利来讲，吼，伫教会内底第二代要承接第一代的时阵，第一代甲第二代一定有无共款的意见。所以，迄个真正要放落去会当清闲，会当甲伊的灵魂讲，我当清闲，会当啉食吗？我是足质疑啦，吼，我足质疑，吼，因为即款人大概，我看叫做劳碌命的人，但是甲伊老啊，伊嘛佫继续去管伊的田园啦，伊可能要教的囝儿，伊嘛佫咧烦恼，吼，毋知照顺序做无，啊，毋知安怎无，吼，所以即个部分我真都有一点质疑。毋过我会感觉，就是讲伫经文内底，佫互咱一个看起，就是讲，即个人伊清闲了后，伊对伊将来无知啦。到底将来要去倒位，伊毋知影。咱的孔子讲啥物？讲无接假媒贴，对无？吼，无接假媒贴，就是孔子嘛清楚知影，伊毋知影明仔载要发生啥物代志。但是咱看即个好业人，哦，伊讲啥物？伊讲伊要甲伊灵魂讲，伊将来当食偌久。对家己将来的无知，所以对到伊家己嘛毋知为甚物。所以咱看去，伊对家己的无知，对上物的无知，对伊将来的无知，所以造成即个比喻，就提出来，伫即个世代常常受讲起。为甚物？因为咱亲像嘛安尼啦。咱有当时对家己嘛无知，咱嘛毋知影到底，咱会当，就讲咱拢以为靠咱会当创啥物。真个时阵，拢是拄着困难的时阵。倒来找求上帝。即个时阵，咱拢是啦，拄着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家己的能力有限。我的阿嬷，我的家庭是因为我阿嬷来信主。我阿嬷伊信主的时阵，伊要信主的进程，其实伊已经破病差不多3、5年的时间，真久的时间。特别是伊生我的3侄了后，我有2个阿姑，3个阿叔。2个阿叔，就是我爸爸是老大，然后是生我的3叔了，开始破病了，差不多生无偌久就死，所以就开始紧张。到最后，我的尾叔出世的时阵，吼，就是我一个上细汉时的时阵，出世的时阵，无年水通饲伊，而且爬袂起床，所以即个小叔就互我阿公的小弟领养，安尼。那伊毋是甲爬袂起来，就是规个人拢瘫痪伫伊面床顶。人也甲伊讲，你着去倒位拜拜叫好，哇，伊着精神起来。伊甲我讲，伊精神着水起来，因为伊想要
解决伊所拄着遮痛痛、遮无爽快的事。但是伊所有的庙市、所有该走的，伊拢走过，拢完全无法度，完全无法度。所以有一天有人甲伊讲，无你去落狗啊，伊去庙啊，庙啊甲伊讲，无你去落狗看觅，迄个时代对教会就是叫做落狗，吼，所以是讲食狗即个概念。所以就真正去到教会中间。伊去到教会了，伊个人伊身体勇起来，吼，伊个人身体勇起来，然后开始会正常生活，开始会，所以阿公就感觉你好啊，所以你毋免阁去教会，你毋免阁去教会。但是阿嬷讲袂使，我的命是上帝予我的，所以伊有缘抵伊去。听讲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阿公主动为着要主动阿嬷去教会，因为早时毋是干那阿嬷去教会，阿公反对那定。迄个时代是规个家族的反对，因为咱知影，像阮兜的厝边头尾拢是阮的伯公啊、侄公啊，咧住伫阮兜附近。所以阿嬷要去教会，是阿公准讲无啥物意见，但是遐伯公啊、遐侄公啊就开始施压，互我阿公讲你袂使互一个负责人固在要创啥，爱去教会安怎，就讲啊，互我阿公足受气。所以拒绝阿嬷去教会，但是阿嬷若去，伊倒来就是用拍用骂来反对阿嬷去，甚至有一届时间讲甲阿嬷关伫房间，无互伊出去。阿嬷讲只好就是北窗仔门。我阿嬷无大汉哦，我阿嬷真细汉哦，所以爬窗仔门去教会。阿公非常的受气，听讲是举一支叉机足大支的，要去教会喊阿嬷甲伊诱转来。但是伊行到教会时阵，听讲拄好，迄个时阵牧师的讲道，甲伊讲着你爱听厝边，你爱饶赦遐伤害你的人啊。听讲即句话，互阿公的心柔软嘛感动，所以就家己一个倒来家己厝。对迄个时阵开始，伊无拒绝阿嬷去。当我差不多我高中的时阵，阿公过身的时阵，我有机会甲伊分享阿嬷的见证的时阵。伊讲，伊一直咧想讲，一个负责人哪会当咧，互我甲骂甲拍，伊阁坚持要去教会。所以上大的期待就是伊去看卖到底是毋是去互牧师落符啊，还是落啥物物件，所以无去教会袂使。所以伊讲也去找啊，毋是要去讲某。足侪人以为要去讲某，伊讲毋是，伊讲伊也去找是要讲牧师，因为牧师落符啊，互我的负责人。就是我安怎甲拍，安怎甲骂，伊就要去教会，所以伊去找啊，是要去讲牧师。但是伊讲伊伫迄个路，伫迄个壁架时阵，听到牧师讲，叫伊遐个人爱饶赦伤个人，伊才想着讲伊个太太为虾米我一直甲伊骂，一直甲伊拍，伊拢忍受，然后阁继续煮饭互伊食，伊讲甲伊洗衫创啥，所以伊真大感动。所以后来无几冬了，伊嘛。伫遮个伯公啊反对内底，伊嘛进入教会，后来就洗礼，才做教会一份子。所以，记我高中的时阵，常常会听到因足侪即款的故事，所以，互我真大的感受。所以我拄仔咧讲，新人院的教育，毋是干那伫迄个新人院那定。我嘛真期待伫家庭的教育，伫教会母会教育内底，伫培养一个成生，咱其实爱真大的出真大的力。互咱清楚知影上帝恩典。即个好嘅人，伊当然无犯毋着，伊犯毋着，只是伊对遮个所有目的若定。所以若是照圣经看，伊其实若注意看圣经，我会感觉伊会当比评甲约伯是共款的，对无？所以好嘢，因为伊是一个可能是敬畏上帝人，吼，所以好嘢。但是伊无甲遮好嘢完全归于上帝，至到互即个比喻，诚做一个足大的伤害。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无一定是一个真诶人。但是嘛，伫讲到即个人诶性命内底，因为欠缺耶稣基督，伊就无法度甲伊家己性命安那共有。咱诶圣经内底，耶稣讲，伊来是要互咱有丰盛诶活命，要互咱活命，而且是丰盛诶。迄丰盛是过多的意思，就是讲你互你诶物件，佮比你爱佮较侪互你。这是耶稣基督互咱一个应允。咱生命内底若无有耶稣基督，咱无法度甲咱家己生命共有。当咱会明显，就是讲上帝囝对咱的生命摕掉的时阵，咱只是一个空壳的生命。
咱系袂晓学习来感谢上帝，来学了上帝，来经验上帝同在。今日经文我嘛期待咱会当搁一摆看见上帝，互咱一个搁较深的看见，就是对家己的人脉，到底咱人脉偌济咱家己。听讲伫美国英国有一个真有名的伦敦有一个叫做威斯敏斯特即个大教堂内底，因有地下室放真侪遮足有名的人的墓伫下底，包括当时的皇帝，包括真有名的哲学家、神学家，拢放伫内底。但是大家爱去的，毋是去看遮个好，毋是干看遮个好野人，伊讲遮个重要的国王的墓尔点。因讲因真爱去看一块真看起来无路用、无名，然后嘛无死生的日子，刚好一个连介绍讲即个墓的主人是啥嘛无的一块墓牌，但是伊墓牌内底刻一寡话。伊讲，当我少年时阵，我的想象毋捌受过限制，我梦想改变即个世界。当我成熟了后，我发现我袂当改变即个世界。我将我的目光缩短来改变我的国家。但是当我年老的时阵，我发现我袂当改变我的国家。最后，我将我的愿望放伫改变我的家庭。但是这嘛无可能，因为当我倒伫眠床的时阵，我意识到讲，我已经连我家己都真歹改变，连我家己都无法度改变。所以，我无法度改变我的家庭。所以，我只有我真期待伫我厝内的人的帮衬甲鼓励下面，我会当为着国家做一点仔代志。咱生命在常常以为咱拢会当改变全世界，咱会当改变啥物，咱改变啥物。但是咱毋知影，其实爱改变的是咱家己。所以有当时我若是婚礼顶悬，我拢会甲遮个新人分享婚姻毋是伫改变对方来适应咱，是伫改变咱家己去适应对方。咱的信仰敢毋是嘛安尼？咱咧改变咱家己去适应一个疼咱的上帝，适应伊对咱的疼，适应伊对咱的怜悯。当咱会当了解咱家己，当咱会当好啊认捌家己，好啊照顾家己的时阵，咱就有能力去认捌迄个创造万物的上帝。咱有机会甲咱的主起做一个新的关系，咱有机会认捌即个上帝，伊到底偌疼咱，伊伫咱生命中间，伊扮演，互咱扮演什物款的角色。当咱会当安尼时阵，我想你就会当甲你家己的性命来跳舞，互你的性命毋是干那有性命，而且是丰盛的。咱三甲来祈祷。主，阮多谢你，互阮透过你的话，搁一摆认捌阮，认捌阮的欠缺甲软弱，认捌阮若无耶稣基督，阮袂当做甚物。主啊，亲像你的经文所讲，迄个互人的以万事拢话。虽然阮袂晓，但是阮单单甲家己交伫你，训练阮的才情，训练阮的顺服，训练阮服侍的心，互阮欢喜，互你来使用。主啊，愿你的圣神帮助阮，帮助阮的生命会当更较丰盛，帮助阮更较深来认捌你，认捌你是阮的帮助。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用一点仔时间来看一个影片，这是新人伊来介绍。台南神学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重要的神学教育机构，真侪年来培养真侪教会传道者、教会音乐的服侍人员以及社会机构工作者。
落实福音在地化。哇，不得了！有的同学出国留学，有的咧读博士班吼，咱嘛安尼吼，感觉足欢喜的吼，新的时代搁伫要出来。1869年，李修牧师甲马雅国医师分别伫个高雄、基澳、台南府城成立传道者养成班。到1876年，将两地合并，创办了台南大学新学校，是新学院诞生的开始。日本时代因为拒绝日本政府干涉校务，关校8档，到1948年较过复校。真侪年来，成国教会机构的扶持，会当陆续扩建，慢慢成就古典美观的建筑。所以就是有这个建设，有这个硬体，有这个募款，有这个奉献。黄宗辉牧师这有心的人，伫这来为着这间校奉献您的生命，所以新学院大当伫这个所在继续传承。从这个超保守化的天主教会来说，相当自由化，对。学语课程除了神学教育，嘛有社工、教会音乐以及台湾语言文学等多元师资。硬体设施，譬如讲校舍、办公室，甚至现代化图书馆，拢更加完备。长久以来，透过学院培养，历代教会牧会的传道人员，充满台湾各地，落实在地的神学教育。牧会的过程的中间，我对六甲到关庙的新房，到即摆来到伫后甲教会，我就是保持着即款，免神学，免落实伫在地化，免教会，免行出伫社区。伫学校，阮都拢有迄个小组同学中间都爱彼此照顾，互相帮衬，互大人伫读册、伫生活拢会当真顺遂。所以伫教会伊原是安尼，将迄个疼心带来到伫教会甲会友三甲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视台湾本土的价值，还有对多元族群很友善的一个地方。大家是现在可以理解彼此在说什么，可是也尊重说我们有不同的背景。耶稣基督伊嘛是用这款道成肉体来伫这个世间，所以台南新学院伊就是要教这的学生嘛，用这个神学要注重伫道成肉体，定睛伫本土，关心社会、人民甲公益，所以这是这的神学教育真要紧的一个特色。不过，福音工作有今仔日的成长，国教会机构对学院的支持，一直是重要的一部分。未来学院也面对各项整建的需要，迫切毋望各界的扶持。过去咱台南新学院都有足侪听主、听人，佮愿意奉献的遐这一直不断伫遮奉献，所以我嘛是直接对心底献出感激、感谢。谢谢上帝纪念这个事，所以嘛，毋望咱为着这个新学院大道，为着这新学院奉献。咱即马入案了后，有真侪教育部要求，遮的教学系统，或者是遮的设备的提升，这拢是过去咱家己在经营的时阵所无按算到的设备。经过8年的台南新学院，秉持感恩。以及对福音工作坚定的信念，未来毋望伫个祈祷支持中稳健经营，甲国教会同工继续为传福音更加骨力。我就真简单咱用这影片来多谢咱过去对新学院的支持甲带导，有缘阁继续就是讲这个学院咱现在语言叫少子化啦吼。少子化毋是因为红的人读册人无济，是因为咱过去渐渐会走对是咱的研究所这个部分，所以咱下一步学生
差不多愈来愈少，包括像讲我伫读册时是7年一贯制学生，啊是4档的大学，啊到3档的研究所毕业，但是即个科系伫几年前就停掉。咱嘛有一寡教育系嘛停掉，所以就可能社工、教会音乐，科系愈来愈少，啊，所以学生嘛愈来愈少，啊，所以迄个需要就是迄个少子化了，迄个学校的负担就愈来愈重吼。啊，所以嘛讲，毋是干那伫方言顶悬，我嘛期待咱会当训练好的咱的青年。会当去读新人院，啊嘛当为着伊来祈祷，啊嘛常常伫咱的祈祷中间，毋是干那伫即个纪念日内底，互咱唤起咱对即个新人院的关心，是伫每一工还是每一个时阵，啊常常会当提名伫遮个读册的学生，还是遮个学校来祈祷，啊多谢咱伫过去对新人的支持，啊我代表学校咱来谢谢，多谢。谢谢牧师的分享。好，我们今麦来同齐来吟回应诗圣诗400首，圣诗第400首，救主愿力做我牧者，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今嘛咱同心来奉献，请庄芳美执事、吴素锦执事。
因为伫阮得意时，有圣神提醒阮，毋通过头欢喜爱积极。伫阮伤心的时、失意的时，伊袂挂伫阮的身边，叫阮知影讲人生的路上有你规划，爱勇敢向前。如果有你，真正真捌你，阮的生命是袂无边。因为有你伫阮的生命中，阮就知影，用阮有限的生命去做有意义的代志。有主圣神帮助阮，啥物叫做有意义的代志？有主圣神讲大家记得，伊是阮用伊手赐互阮的恩典，手赐阮然后教会做路了，有主圣化，安尼感谢祈祷，为耶稣的圣尊名。好，咱今仔要来报告大声。今仔日芬兰姐妹好像有带一些朋友来哈。芬兰姐妹，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像有那个王武聪牧师的太太陈新明牧师娘，还有李美玲姐妹。好，欢迎。欢迎你们来聚会啊！敢还阁有第一届来？瑞雄长老。好，谢谢啊，欢迎以后每个礼拜都可以看到你。等一下我们聚会完，我们大家来关心一下。好，我们今天来看报告，来在第5页，我们周报的第5页，报告属行第一个，本主日是台湾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感谢东山教会郑宗仁牧师代表该院来请安报告正道。我们再一次来谢谢郑牧师。好，本来是礼拜后要召开主日学教研会，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有查经课跟诗班要加练哈，所以我们今天主日学教研会要暂停一次。还有另外一个补充，就是本周三晚上在本会有召开一个头城小会。好，再来我们看第2大点，小会公告，本会未来2堂礼拜规划如下。这个是依据我们的小会决议哈。第一堂我们是台语是9点半开始，第2堂是华语11点开始，第3个圣礼典会员1堂、2堂和堂礼拜，时间是9点半开始，司礼者司献，这个是同一个长子哈，2堂都需要服侍。然后第5点招待同工，第1堂有不同的同工负责。第6祷告的程序，我们这个都要事先要培训。第7，我们服侍的同工呢，可以邀一些团契的参与服侍，也我们要经过培训才可以上台服侍。第8，第2堂礼拜服侍同工开始实施前进行设计的一些说明。第9，第2堂礼拜实施将以渐进的方式推展。本会主日礼拜时间将于4月开始，我们先行调整为上午9点半开始。第10，由于2堂礼拜服事的需要，我们4月起有一些查经，周5的查经祷告，还有一些我们有一些调动哈。我们详细的部分我们请大家过目。第3点，
3月21到26，新竹圣经学院，我们牧师要去读博士班哈。到时候如果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事情，我们再麻烦联系冯灵慧长老跟陈慧丽2位长老。好，再来下主日我们要召开长执会小会。第5，妇女团契子弟班3月5号已经开课了，每个礼拜5上午10点开始，欢迎有兴趣的姐妹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再翻过来第6页，3月29号到4月2号是受难周，我们有排了一些服事的长执。长老只是我们预备心来看一下，我们从3月29到4月1号，那4月2号是南阳区基督教受难联合圣餐礼拜，是在世界教会。第7点，成人主日学开课时间开始了哦。我们有第一个是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是我们牧师林耀信牧师开课的，他时间是从3月27到5月1号，一共有6堂课哈，有6次，每一次都2个小时，欢迎兄姐来登记购买，因为我们有要订购研读本嘛。第2个信仰查经课程，有李瑞雄长老来开课，从4月4号开始，先从新眼光读经材料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然后第8点，8月4号为复活节，当天有圣礼典，有意洗礼进教的兄姐，麻烦你跟曾碧光长老预约上课时间。然后礼拜后呢，要举行清明追思的礼拜，那把一些亲人的照片啊、时间啊交给干事。第9， 4月4号复活节将颁发性的奖学金，主学聚会的有可以附成绩单啊，标准如下哈，我们自己来看哈，来再交给我们奖学金委员会。第10点，本年度适逢社教60周年，我们在之前已经有在周报有看了很多次了，就是我上个礼拜有开始购买新版的2009圣诗，欢迎信徒我们同步来购买，更新也有折扣。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在招待桌登记。第11点，南阳教会我们60周年的我们要征稿哈，到即日起到4月底，我们可以提供生活照，再交给李恩心执事。好，我们再来看肢体消息的部分。本主日下午2点半，我们在福园804天有李三妙姐妹她的爸爸我们愿主来安慰他们。第2个，新中职场事工部有3场名人讲座，那第1场呢是在3月26号礼拜5晚上7点20、9点半，大家来看。第3个是4月10号礼拜6，8点到5点半，在台北仁爱教会有一些进阶教育的认证训练，一共有12个小时。详细的情形我们也大家来过目。第4个，4月24号礼拜6上午9点在台北天成大饭店有全国长执联谊的大会，报名费报名费400块，31号报名截止。第5点，5月8号上午9点到12点，在我们教会有主日学教材研习会，每个人300块，参加的可以主日学会全额补助。我们还有再来代祷事项，我们大家请看我们本周的牧会函，可以付上祷告的代价哈。再来注意事项，我们大家就是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嘛，我们所以务必要佩戴口罩，还有酒精消毒，量额温。再来其他的我们自己来细看。那再来那个我们的侍奉表，下个礼拜的侍奉表，请服事同工来预备心。会计报告呢，如果有错误，来请向那个干事来订正哈。好，还有我们这边最后面有一个每日的读经进度哈，我们大家来看。我苏六波秋。这平安。平安。这个时阵来先邀请迄个李长老来说明伊的迄个信用查经的迄个课程的迄个伊要进行的方式。拿麦克风。第4月初开始，咱要进行的这个信用查经课程，伊的材料是用新眼光查经。
这个材料圣安公查经有2部分，头前的部分是每日查经，后壁的部分是每周的查经材料咱的信仰课程、查经课程是要用后壁的部分咱这个后壁的部分，每一周拢有一段短短的圣经节，但用这段圣经节，但有固定的牧师伫遐有写一篇文章做分享但咱的课程用这站的圣经节，咱来知这个圣经内底伊的主角有足侪人。但这个主角，伊存在的时间、伊个背景拢无共亲像讲福音主角是耶稣啦但有作者，各无共款人的作者伫写耶稣的代志但伫使徒行传也是后壁的批信拢有无共款的人，因有无共款的时代。所以，咱若要读圣经，若无对这个背景大先做了解时，咱往往伫看迄个分享的部分，咱是安怎讲？要用这名叫做圣安公这圣安公就是讲要用今仔日咱的背景、咱的认知来看圣经上帝话语，咱来得到帮助所以圣经讲上帝话语，毋是干那历史的一个代志尔咱来知讲圣经上帝话语是活活的话，甲今仔日了，搁对咱讲话所以咱要安怎用今仔日咱的认知来认捌早前圣经的代志，这就是我要开这个信仰查经课程最主要的目的但这个用的时间，我必须要做说明，因为这个动机要开这个信仰查经课程的动机，其实我是甲邦俊都要讨论足久，因为我感觉到邦俊，咱教会有足侪这些青年人，因敢若礼拜日倒来伫教会参加礼拜，其他的时间因的工作，特别是青少年人，伫教会时间足短所以我是安尼爱甲这些青年人，三甲用一段时间来读圣经所以这些人敢若礼拜日倒来，我无用礼拜日。因其他时间拢伫外地，伫因的工作场合内底。咱就知咱礼拜日已经有大卫包身的圣经课程，要伫礼拜日搁一个时间来查经，只有是用下晡时。但另外我是讲，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安怎毋继续落去？我体谅咱往往拢有一寡惰性所以咱若要进入这课程，若无大声来预读、来准备，我用的方式，上要紧是用讨论的方式。我无爱搁用真侪时间，敢若你读这圣经章咱真直接。咱有先准备了，是咱所拄到的问题，咱伫这段时间内底，咱来做讨论，大家来分享。毋是干那带人伫讲这个圣经的代志尔。
所以这是安尼。头一个是对时间关系，青少年人的动机啊。第二个，我最近安尼展会爱我甲因参加商年小组。我伫商年小组是感觉着讲，即个初初伫教会生活的即个信徒，有影因对圣经的理解，咱爱用另外一个较谦卑的方式来帮助因所以我期待讲头一遍4月初4迄一天。礼拜日下晡3点，大家拢做伙，再来咱来讨论为着这另外初初伫教会的人要读圣经、要了解圣经的事，咱可能爱有另外一班所以迄个时间我是期待用拜1还是拜3的暗时这是我对这个课程。一个高尚，多谢。多谢李长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小简单来小说明。因为顶礼拜咱有即个创意礼拜的关系，所以时间拖真长，所以无法度阁继续来甲大家人做说明。就是伫咧有关有会友咧提出着讲。是安怎？咱的迄个意见调查表内面，咱的第一堂礼拜甲第二堂的礼拜时间，甲后来小会决定的时间无共款。第一个就是伊迄是意见调查表，毋是选项，就是要了解咱的会友的需要。后来伫咧所有的这个选项内面，结果拢无有过半。后来就安尼托牧师来去。安尼所有即马目前个差不多其他的教会差不多有2场礼拜，因的时间的进行拢差不多是伫咧啥物款的情形，所以后来安尼调查落，结果就是差不多拢用差不多伫咧9点半第一堂，第二堂是用11点。当然，迄个时间有的人抑阁有做一寡安尼调整是无毋对，但是。为着考量着咱的教会，咱的原底本来咱的礼拜就是10点，所以用上调整上少的方式，就是提前半点钟变到9点半，安尼方式来做调整。第二堂的礼拜用伫咧11点。原来有人问起讲是安怎？即个咱毋是华语伫咧头前，台语伫咧头前，共款。就是为着要互咱的即个变动减到上少，所以第一堂礼拜敢若迄个时间调整半点钟，犹原是第二礼拜，安尼的时阵的变动是上少。搁第二堂的礼拜，因为咱的第二堂礼拜伊采取的礼拜的天数是较安尼较简省一寡，所以迄个礼拜时间。期待会用维持伫咧12点进前要来完成，所以用安尼来甲大家人说明，就是第一堂甲第二堂是安怎用9点半甲11点，以及第一堂的礼拜主要语言是台语，第二堂的礼拜主要的语言是华语，安尼来甲大家人做一个说明。另外就是伫咧即个咱有讲起讲。4月份开始，咱就要开始改做9点半，但是毋是讲就第二堂就要开始是敢若先互大家人先适应，讲咱的第一堂的礼拜已经改做9点半，搁过来即个迄个第二堂的实施的部分，就像咱伫咧即个第9项内面的即个说明内面，伊是采用即个渐进的方式，来推展。所以咱是先互咱教会的迄个礼拜时间，先伫咧4月份先大先调做9点半，搁过来后壁的部分要安怎开始来推展咱推行咱的即第二堂的礼拜，即个搁小会落去讨论咱原底本地的决议就是已经敢若讲叫做先渐进式的推行。
所以这个部分小互大家人了解，所以咱若佫有无清楚的所在，嘛会使来问小会员。以上安尼的补充报告。另外就是咱有伫咧即个60周年的迄个，咱有安尼，互咱的兄弟嘛来购买即个新版的2009年的即个圣诗。即个圣诗因为咱教会本身嘛有定，所以咱会有做烫金。烫金面顶会写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教会设教60周年纪念。如果你若期待嘛要有迄个，你若有购买即个那个新版的即个圣经，你嘛要爱有迄个烫金，麻烦伫咧你所迄个你有订购的上面，麻烦注记你要烫金。那即个烫金甲教会会小可无共，就是教会会佫加4字啦，加教会公用4字安尼，来做一个区别假使讲你若摕着家己的圣经，较袂甲迄个教会的公用圣经去乱去。以后教会国外若有新版圣经了，新版的圣诗了，以后咱的圣诗拢会摆伫咱的即个以下的即个圣经的即个圣经圣诗的即个架上面。所以恁就毋免阁收到转去到伫后壁的迄个圣诗的迄个车架面顶遐，咱以后会采用安尼的方式，用安尼来甲大家人说明。谢谢牧师的说明。即马咱来吟上用510首《俄罗天顶主宰》，请起立。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透过你今仔日借着你忠心的奴仆，来对阮来阐明你家己的心意，来求主帮助阮，互阮会晓得来安尼改变阮家己，明白阮家己，才会通来明白主你，也来领受对主你来迄个丰盛的生命，互阮的生命得到改变，得到主你的医治，甲得到主你的祝福。但愿变来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